桃园检方侦办乌白乱倒废弃不良案件，查出有警员甲环保局的人，若像收业者的乌西，拢总14个人互带去调查。其中有3位警员，也阁有环保局的1位前药品助理，拢总4个人是升压核准。另外2个人以10万块交保，也阁有8证人是请回。桃园地检署侦办业者非法倒垃圾桶的案件，发现迄当阵的桃园市警察局杨梅分局1个姓黄甲姓朱的警察，也阁有桃园分局1个姓陈的警察，也阁有环保局1个姓张玉平的助理，涉嫌收乌西钱。检方讯问了后，这4个人申请羁押核准。有关涉案羁押同仁一律免职，幼师所、永安所及新屋所所长各记过2次，督察组长记过1次，均调整非主管职务。另分局长记过2次。我们发现张姓约部助理呢，他平常使用豪华代步工具，并且身上有过多的贵重金饰，那与他的收入显不相当，因此政务室就启动调查。针对涉嫌收乌西的案件，桃园市警局回应讲，3月初侦办刑事案件，就发现这个警察哪像涉及不法，主动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，对涉嫌诈钱的警察，该记2支大告免职。咱环保局嘛回应讲，去年7月才着检举，就发现这个助理行为无啥诉讼，随介入调查，详细嘛有先改调离开客栈的业务，8月份改改评。弃土或废弃物的估量有多少？你应该再去哪个地方？应该照他所谓的流程去走，结果都没有。啊，为什么没有？也没有人去监督。桃园地检署表示，这3位警察甲1个环保局约评的助理，以贪污的罪嫌申请羁押禁见核准。另外2个人是10万块交保。款团认为讲实监督的机制有问题，应该彻底来检讨。嘛讲牵连重大利益相关偷卖案件，无应该交予约评的人员来负责。公视新闻桃园报道。